好，咁今日咧就同大家分享下呢個帖撒羅尼迦前後書啦。好啦，咁而呢個末日觀咧，我哋睇到無論係呢個突然間改變係咪民主嘅政治咧，就可能會失去咗對領袖嘅尊重啦。咁但係其實獨裁政治可以好嘅時候可以好好，差嘅時候亦都可以好差。但作為基督徒咧，其實我哋相信咧係神權政治，由咧其實真理嘅聖靈去掌管啦。咁聖靈咧亦都透過咧被即係佢充滿嘅傳道人咧同埋信徒嚟掌管。咁我哋國家而家又係點咧？嗱，我發覺咧，我哋國家嗱，我哋國家係當然係共產主義啦。咁但係佢又容許咧香港咧係有呢個嘅資本主義啦。咁而喺呢個共產主義裏面咧，其實佢有個價值觀喎，有個願景咧就係要為人民服務嚇。咁樣咧呢個係個原則啦，係咪？咁樣而咧有價值觀咧，有包括啲12個價值觀，富強咧民主、文明、和諧、自由、平等、公正、法治、愛國、敬業、誠信、友善。我後來了解下先知咧，原來咧富強、民主、文明、和諧咧係講緊對國家嘅，自由、平等、公正、法治咧係講對社會嘅，愛國、敬業、誠信、友善咧係講一個作為一個公民應該要做嘅嘢嘅。咁我覺得其實呢一個嘅價值觀咧係真係非常之好啊，有一個方向咧係讓我哋去即係去追求同埋去即係操練啦咁樣。